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的话题，连续上双十节日开始谈到哪北敢会合，哪北敢会和，也是竞选话题蒙牵拖，提出辩论民调先来看，唔通互人当作是分治吧？到底核心理念甲支持者会骂也是袂骂？今仔日4位专家好好来讨论。咱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吳清良，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柯文哲競選總統辦公室主任周宜修，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台師大政治所教授曲條雄，大家好。那麼第四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對這先來看起。那麼會使講啊，這幾天新聞足多，拄頭要入這個病內的時陣，佫發生着哇，這趙少康的劍到拿開始來提出的條件，講到明年的總統大選，侯友宜、柯文哲敢會整合，對着選舉的結果有真大的影響嗎？那麼侯友宜陣營提出溝通的方案，要趕緊呢，甲民眾黨來瞧。侯友宜嘛證實，黨部已經聯絡到柯文哲辦公室。雙十國慶大聲唱國歌，前總統馬英九早起出席國民黨黨部升旗典禮，甲總統參選人侯友宜、黨主席朱立倫等人同台。尾啊，侯友宜嘛以新北市民的身份趕到新北參加雙十國慶的升旗典禮，佮甲馬英九、朱立倫跳健康操。不過2024事在野安怎整合？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找到第一面冊，大家柯文哲的相片，要做南北合的湯箍。朱立倫要邀請韓國瑜做副主席並選戰。前一段時間就有邀請韓國瑜市長來擔任本黨的副主席，希望一起來協助我們2024的大選。今天我也會跟韓市長見面，我們也會來討論一些輔選的事務。韓國瑜出手促成南北合，侯電影提出2對2溝通，要趕緊甲民眾黨展開先前的準備磋商，柯文哲完了接招。金溥中前秘書長以及王建廷秘書長來做先前準備的磋商，我們也提出了3個層面、6個方向，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那我們就派黃珊珊跟那個周宜修啊，他見面就先討論，先來辦3場政策辯論嘛，再來就比民調，這樣就好了。我猜他一定七拖八拖的。除了比民調，要閣辦3場針對國情國家方向的公開辯論，希望轉型公開透明。記者綜合報道。咱頭先看到新聞內面有講到名吼，就宜修主任咯，就佇現場。小等再來問伊，但是我要先請教理事長吼。咱頭先看這個圖表內面哦，國民黨啦、民進黨啦，講了真濟條件啦。什麼3個站面啦、6個方向啦，吼啊，又閣是即個韓國瑜，閣要出來做湯箍。韓國瑜第一，韓國瑜伊的角色適合來做湯箍嗎？這頭一個，第二個，我先簡單問理事長，到底這出是會合還是袂會合還是袂合？咱就講這個南北合吼，這個話題半年有啊吼。應該差不多哈，有一句古話講做時間來換空間嘛，但是結果到現在已經選舉剩無100天啊吼，跟他攏原地踏步啦吼，無啥物變化，無啥物這個進展吼。原因呢，我感覺是因為這個國民黨、民眾黨，還是講侯友宜加這個柯文哲2個候選人，這2個產品吼，佇這個你講要甲做伙啊吼，有一寡基本上的這個困難啦。2個黨的目標無共款，民眾黨已經較希望是，這個大選了，這個黨會當更較成長甲發展。吼，總統選舉本來是要帶動伊這個立委選舉的一個氣勢，吼，當然伊即馬衝甲真好。所以你是這個意思講一輸會起。伊只要比國民黨來講，吼，伊更較重視的是
这个党的未来发展，都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伊对要交国民党结合，伊对这个心思的，或者惊到这个较早亲民党的这个后路哈，比如结合了所总啊无去，总乌有去，伊当然都有戒备，所以互信不足，这是第二个困难，这是加做一个目标无共款，互信无共款，过来属性无共款嘛。对不对？亲民党是国民党出来，还是分出来，系属同源嘛？咱讲的就，这个柯 P 不是啊，柯 P 较早是叫做深绿呢，对吧？啊，所以柯 P 在讲我唔知想让那变难呢。不，另外一回事，但是柯 P 的支持者，佮一寡年轻的支持者哈，对国民党拢有反感的，拢唔是支持国民党。因虽然完了未介意民进党哈，但是基本上对国民党的这个讨厌程度哈是。不下于对民进党的这个讨厌程度，所以加起来，所以讲哈，你讲就讲这个结合啊，伊较早日本差不多半年前，日本迄个专家已经讲过啊嘛，伊讲1+1不等于2嘛，1+1不等于2嘛哈。好啊，即马就是讲啊，不管国民党提出啊3个层面6个方向啦，有诶无诶啦哈。其实呢，我感觉柯 P 这届拍出来这支哈是足简明的啦，比民调嘛，先辩论。不，你总统选举本来你任何选举民调，你讲啊有这个意见、迄个意见，啊无你要靠什么来比？啊，等于你讲民调有机构效应啦，有时间的堆叠啦、等等啦哈。啊你大家来敲一个，大家会当接受的。啊无你其他的党来提名、初选你拼什么？就是拼民调啊。好，所以简单讲起来，即马所有的问题就出伫对咧，出伫你好友的民调输人嘛。对吧？你也好有一点民调也无输人啊！你根本去讲有需要加辛苦的啊！你讲3个层面6个方向，还要怎么样子的那个等这些情况，对吧？啊，所以你要检讨这个问题啊！检讨这个问题，讲你本来讲好友去美国访问回来哈，啊一寡甲你这个炮这个怎么烘托出来，这个敢若气势袂歹，美国人也接受啊哈，等啊，我讲到目前为止哈，对于这个。国民党也是有寄望嘛，啊，讲啊，前一阵啊，佮帮助你吼，迄个郭台铭要连署啊，哈，你看伊个送头啊，佮找这个小可骂一下。骂无迄有效啊！你看本来迄个张英美啊，甲迄个薄坤奇啊，本来拢反对迄个侯友宜的啊，拢唔见面啦，是讲拢挺郭台铭的啊。你看迄届了时阵，因拢出来徛出来啊。哎呦！徛出来，你有甲注意到无？迄拢有关系啊！所以说阿强啊，讲话是因为惊就对啦。人讲迄是因为注意，你要有党纪，有国民党的党纪的问题，笑死人，迄甲党纪无关系啦。迄是国台办的面色吼，因遮人拢爱迄个，拢爱在乎嘛，对吧？安尼来听起来，即我就爱问医生吼，恁到底即摆是讲到倒位去？那有个人感觉讲，那照头仔理事长讲起来，这就是知影本质上这属性未合。所以先提这2项来讲，要落来辩论，啊来看民调，知的啦。意思是讲，我先设这2个，吼，这2个徛伫遮，啊你要落来，要无就准煞，因为我5党有5党的使命，敢是安尼？不，这应该是安尼吼，就是讲，社长，你有咧讲吼，咱遮济边的民调看，你看嘛是看民调嘛，吼，65%的民众是希望换政府啦，吼，就这个政府8党爱换好。啊！伫这个基础面顶，敢若郭主席讲的，讲半当去啊，吼，来啦、白啦，安怎合啦，吼，是和平的和，还是合作的合嘛，吼。啊，即摆上新的进度是安尼啦，吼。这当然，咱嘛袂使讲对方骹手有较慢啦，对今仔开始有较紧啦，吼。紧了后，即摆主要是卡伫一点，就是讲两边对这个幕僚的会谈，吼，到底是要公开还是无公开的问题啦。要公开也无公开，对，要公开无公开啦，吼。啊，我个人的看，我是感觉公开会使啊，真好啊，吼。啊，但是对方敢若小可卡掉的，感觉讲这敢通我讲安尼啦，吼。啊，所以这就是目前是这个部分。哈。啊，第2部分我是爱讲吼，但我理事长讲了对，就是讲，咱但人咧讲照聘照行，照聘照行，啊，要拼什么货？啊，比如我甲评论哦，啊，咱来比讲啊，咱要争取这项代志，啊，爱有拍分数的表嘛，对。啊，今仔日郭主席讲的其实是，伊其实
其实也毋是讲什么新的物件嘛，辩论敢是新的物件，毋是嘛？民调敢毋是新的物件嘛？毋是新的啊，两项拢毋是新的嘛，只是真正常的即个照聘照行聘的方式之一嘛。啊，我嘛呼吁国民党，你若感觉即个方式无好，哦，咱嘛袂使讲对因不利的要迄条，无你提出来嘛。你要提出来，你的方式是民众两边的支持者会当接受的嘛？我就讲我白啊，就是讲你若一直感觉讲恁有14席的县市长，我嘛14，阮14是议员呀，有38个立委啊，有超过300个县市议员，哇，村里长啦吼，迄里长就免讲，啊那安尼，啊国民党你着较勇敢吗？像今仔日即个赵少康讲的，我无同意，但是伊有讲出来，即个肯定，伊讲要用政党的实力啦。啊！但政党实力，你是要看倒一边选举，是要看倒一摆？系要看是要赢迄边，咱输的迄边。你讲民调，我嘛真怀疑呢。无啊，这就是安尼，就敢咱讲郭市长常讲的，80%到20%的原则，就是讲，咱当然无法度找一个完完全全拢你足痛我足痛的规则无啦。但是你要找一个大家会当接受、会当忍受的规则吧，这是安尼。啊，赵少康讲啊，60-40呢？袂啊，你话提出来讲无？赵少康。伊毋是国民党中党部嘛，啊，我嘛公开呼吁到，无你国民党甲赵少康的摕来倒啊顶面顶讲嘛。你若敢讲，我也敢听，对吧？啊，毋是袂使讲咱讲白啦。政党啊合起来吼，不管你是啥物理念的啥，除了这种比民调、比辩论以外，啊，佫有其他啥物方式，真正无讲坐落来讲的，用和谈的，用安怎，真正无这种的吗？无啊，这都要看民众的，看大家智慧，看大家智慧啊。你若敢讲要干部，我来看阮的招牌节目，专家有智慧。无啊，但是你看，咱良心讲，我比讲这政党上成立的时间，比久的。无啦，啊，这你话比讲上较引导我，不重点是比上较引导。无啊，重点是安尼。你讲的这个人数啦，吼，啊，干部人较济较少吼。其实咱良心讲，民进党古早也比过嘛。民进党对干部偏见。袂使，即少数派系甲做伙换党员投票，对吧？但是即马变人头，民进党的即个公职的初选已经无党员投票，拢民调。对，国民党嘛对即个卡利啊，咱嘛爱甲肯定，伊即马嘛拢全民调。对，我拄则讲。实在是国民党咱来考虑，就是讲，他的是平常时啊拢用即套，啊拄着这你讲哦，迄无准绳，啊但是无要紧。咱甲要甲人谈吼，咱嘛袂使一直讲车人滚啊讲啊，我无要紧，你讲会出来，咱就来听嘛。你看大部分的民众是会当接受什么款的方式嘛？好，啊，这咱再来讲嘛。好，安尼我先来问邱老师，他对我的问题同款的请教你，除了比民调，啊，佫有啥物方法？通好，因为世界各国吼，真侪无同款的政党啊。嘛是有夹起做联合内阁的啊，创啥的啦？伊嘛无一定是透过投票啦，透过民调啦，有诶是坐来讲的哦。有啦，办法是真多啦，看你要做有要做无。啥物办法？哦，啊，有咱台湾的特色的，就是咱来搬杯嘛，搬杯。哦，啊，搬杯也是袂使，无咱来剪刀石头布嘛。花酒滚，杨坚博士。我记一个啦吼，就刚刚讲哦，即摆变脸，你讲吼，邱老师后礼拜吼，我请你食牛肉面，吼，你用 line 甲 line 讲，邱老师我下个礼拜吼，我叫你来食牛肉面，吼，我加减我嘛还回一下，讲哇拜你歹势吼，我拜你迄天有啥物代志，而且好，无咱迄天咱来食饭啊，但是莫食牛肉面啦吼，我袂使食牛肉，无咱来食，看要食啥物嘛，我的意思是讲，你国民咱民众党已经甲恁讲，无咱来比民调，吼，你要讲袂使，吼，比民调，因为我可能会输你吼，无咱来比，他都伊讲比，看要比，有看较缘投。意思就他都小可讲啦。就是啊，我即马伫外口看啊，我看因即两边咧搬即个戏，我会看嘛是安尼啊，真简单啊，人甲你招要去食牛肉面，无你加减嘛共回一个，哦，讲袂使，无咱来食日本料理，安尼嘛是共回一个，你袂使无共掺嘛。哦，啊，即摆刚讲今仔你讲我什么六大是三个方三个三民六个，迄是做你写做你讲，嘿。迄敢若有讲，敢若无讲诶，拜托诶。所以我连念无了，都无念啦。迄敢若有讲，敢若无讲。你袂使讲，你有我有讲话就当做讲，我有甲你回应啦。
哦，但是我还是回到我头拄讲的，我要请你食牛妈面，你上少嘛甲讲好，唔好，也是讲咱换来食什么？你有一个实际的面啊，甲我回答嘛。你袂使讲伫遐甲讲规半步，讲你要迄工你要去拍麻将啦，迄工你要去跳舞啦，所以我无时间啦。你甲我讲迄，邱老师，因即摆就是暗示讲今仔日早起有敲电话互恁回啊嘛，讲但是只是卡伫讲要公开无公开啊。干咩啊？哦，唔，即摆是安尼，上新的，我上新状况，我早起我有主动敲即个国民党的秘书长，哈，迄个黄建庭秘书长，啊尾啊本地新北市的即个副市长。谢副市长谢振达副市长也有敲互珊珊，也有敲互我，大概有小我有讨论一下。啊，讨论的方向即马就是讲，是要公开啊无公开即个问题。就是这嘛，吼。啊，过来我回应即个老师的即个意见，这我完全赞成。伊迄讲吼，这是三个站面大家方向嘛。哈，内底有迄落吼，迄其实免讲大家白猜，伊讲哦都爱反对一国两制。系啊，七成八成的人反对一国两制嘛。这废话。不，这免讲嘛。过来，伊讲吼。爱反对台独，啊，坦白讲，连赖清德副总统即马都无咧讲台独啊，对不对吧？迄个上大的对手都唔敢讲台独啊，对吧？啊，小英总统就咧讲中华民国宪法啊，这敢是问题吗？我讲起讲哦，反对台独，甲反对一国两制，对台湾敢是问题？对80%的人讲都唔是问题。无一定的人，伊无一定安尼想咯。无但是问题是安尼啊。所以伊毋才先摆出来讲，哇，咧国安核心理念就是爱直接定义讲吼，守护中华民国。咱是确定吼，你是查甫，还是讲你是查某？无这就是安尼。啊，你选的就中华民国总统，啊你卡打台湾的土地，人顶台湾天，这哪有啥？伊先来检查讲这是毋是安，是毋是共款？这就是咧侦查嘛，拜托的，看你买合无？有买？你有这个生意？想要赢无？莫讲赢啦，你有要甲我讲有要好嘛？不管是和平也好，还是要合哦，咱拢做伙来讲一个嘛，看你有这个意志有无嘛？你若准买，咱就来讲；若准无爱，你嘛讲一声哦。人个剩3个月，人要独立作战，人嘛会当准备嘛。剩无到100天啦。佮拖落去嘛较歹看。所以看要来有要来无？讲一声，莫搁伫遐讲甲那个搁遐侪，拢咧侦查尔嘛。对，来，蔡老师。是啊，但是就是讲吼，对国民党来讲吼，那像就是讲要比民调，那就是耳孔吼，钱迄个破布啊。伊即马无法度，伊有那像有听到即个代志，但是伊无法度回答。最简单的道理，谁来讲要比民调？因为我国民党党遮大啦，吼，咱莫讲县市长甲议员。有37席的立委啊，吼，所以民调好，敢要比落，是毋是有可能有民进党的人会来参加？吼，啊，是毋是爱摆帖支持另外的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政党的实力一定要考虑伫内底。啥哪会咁知？因为民调20%的人，伊是无表态的呢。吼，啊，你政党的实力，因为到时选举开出来。绝对比民调的数字较悬嘛，所以国民党想到一直都无爱赢，最简单的啦吼。我感觉这，老师听起来你是替国民党讲话。不是，我唔是讲替伊讲话，伊的事实上就是伊无才调去甲应迄个代志啊。你讲理念迄种假啊，啥喏？重点是啥要选正，甲啥要选负的啊。对啦。莫伫遐讲迄，因为讲理念543，迄就是。迄543。你拢讲跳波个人，你就总哥呀，三个站面搭的方向的。啊，啥那袂当讲干那比民调，那像咧抽口啊共款呐，这是博大叫呢。那输是全部拢我候选人无去呢，我家仔囝迄个无家，迄个家母无去呢。啊，所以我讲吼，伊这毋是遐简单呐，但是若是政党的实力。甲民调一半，吼，这安尼来讲，因为伊讲民调60%啦，好，啊，我要问你啊，民调60%，若是民调赢是这60%拢去退，还是大家要过来照比例？啊，民调是我赢你5%以上，啊，几间公司？对，5间嘛好无？啊，我是赢你5%以上，因为3%是正差的范围啦，吼，啊，我是要赢5%，啊，是要赢偌济？这大家先讲好呢，吼，啊，政党的实力。这卖一定要提出来讲，因为迄37个立委讲，阮政党实力比你较强啊，啊无你嘛会当全部拢提名，大家来比啊。无啊，即摆就是你敢若出一个人名尔，啊比37个是要比啥物？对啊，这个部分因是要考虑这个部分，所以因无爱甲你赢啊。因为吼，谈判上重要来讲吼，
啊，讲一项大家当两万的啦，什么意思？就是讲你也同意，我也同意，但是因条件若开遮悬的话，大家比民调，但是啊，无先辩论，我辩论得含慢呐。但是选举，但是选举吼，用民调甲辩论，这毋是基本的嘛？唔是干那这，唔是干那这，因为柯 P 较会讲话啦。哦，少年食钱嘛，伊嘛较足兴讲的啊。所以要安怎？哈，变做啊，无你来替国民党来出主意。侯友宜吼是老人食钱嘛，什么意思？老人食钱嘛，讲较无效啦。系啦，啊，但是伊其他伊会晓啊，伊其他伊往步啦。伊做代志，伊讲伊做认真的嘛。但讲一支长长啊，但是主要是要摕什么物件？我问你，你大学连去甲他用考试的？迄囡仔来讲，我即个考试就考歹啊。有哦，但是即摆经过这20-30年了，真侪人讲，不如搁登去过去的联考。但是用其他的项目来，大家来批评，伊较会愿意啊。无，你若甲讲民调，伊绝对无可能。安尼拄啊好，你甲国民党出一下主意，讲爱比啥物？就是爱政党实力，啊降一半。哦，啊民调的部分用比例，毋是讲你赢，规个拢体制，无可能。哦。啊，而且因即摆问题是对，你毋知，就讲吼，迄拜啊袂好诶。在咧分地公啊啦，啊来行政就来做当政上嘿，来先好讲。这是安尼啦吼，蔡老师讲的对。即摆国民党上大的问题，咱国民党好朋友上大的问题是，去桌顶伊连讲都无爱讲。我公开讲啊，即个郭主席讲的是安尼嘛，啊辩论3遍，啊2遍至3遍，那民调，啊民调内容会当讨论嘛，伊是要初步找5间，吼其实这真有咯，老师讲的，是要我甲你比，还是咱拢来甲偌个比嘛？啊是要比迄个赢侪少的，啊是要比绝对数字，这种下分嘛。但问题毋是安尼，问题是都还未讲到遮，你即摆讲民调，伊就吼我买啦，吼，这主要是安尼好。老师讲的我赞成，咱若感觉讲啊，就敢若比这无意思，啊无我嘛公开，我再一度公开，啊无恁感觉，照聘的迄个规则是啥物货嘛？会当讲啊，就敢若讲政党实力，啊是要比政党支持度吗？我替国民党小想一下吼，我真是真鸡婆嘛。啊，你要注意哦。郭主席有咧看。对啊，你特别恁拢20%，阮拢迄个25%、26%，你拢17-8%的嘛吼。你若摕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即摆问题毋是安尼啊，即摆问题是，伊即摆甲你讲啊，我无啥物前提啦，吼，紧来讲啊，但是莫互大家知吼，啊，等下大家讲个喙才去开记者会安尼啊。即摆问题是安尼啊。差别是伫遮。你是对，但照因头安尼讲，你甲我们赞成蔡老师所讲吼，一半，一半比政党实力，一半比民调。其实吼，谈论到这个程度了吼，我开始怀疑这个合啦吼，合作的合啊吼，合袂开。效果到底是啥物？我开始怀疑这个问题。尤其是吼，若是照即马。郭文德市长伊的这个支持的一个年轻的族群，这等一个，你较了解啦。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讲，伊这年轻的族群啊，真侪人对侯市长并无认同啦。并无认同啊，而且因真侪人当然是反对这个蓝绿恶斗哈，啊，真侪更加是对国民党哈，这个是无支持的哈。啊，所以我即摆怀疑就是讲。真正啊，准讲甲变做讲的这个国民党的啊，唔管用什么方式啊，变做侯正科副哈，而这情形啊哈，迄票投出来是什么款？好，啊，你即摆讲我是用政党的实力来讲，大家考虑就是讲，那如果是柯正侯副的话，是不是做形象？国民党这诸侯这立委，你走算的是走算袂落去，迄场面那变做我唔知迄场面会安怎，是不是民众党的党旗伫遐啲？党旗飞舞啊！哈，啊，这国民党的加大诸侯在边转，面面相觑啊！哈，是安尼。但是有可能讲民调是比讲瓜后配还是后瓜配，两个落去配，落去比。敢若有人做过嘛？哈，敢有人敢若是不是瓜后配较悬？邱老师，敢有人安尼做？问对有啦。吼，啊，差不多3个月进前，头3个月进前有人咧做。是瓜后配是后瓜配安尼？我咧讲吼，民调的技术的问题，迄刚头对余修咧讲的，吼，技术的问题，两边拢谈好，头前拢谈好咯，啊，咱即马再来讲题目，啊，题目看什么？头拄有讲到嘛，是因两个个别甲偌来比，哦，啊是因两个配起来变做。
侯科配、柯侯配啊，加来比，这拢会使做，吼。啊，政党的实力啊，嘛是会使调查。看头拄咧讲的，看是你国民党的支持度偌济，啊，我民众党的支持度偌济，吼，这嘛是一个民调内底拢会使做个到。这唔是问题，即马上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头拄有讲，你有要合无？哦，啊，我头拄安尼听起来，我会感觉啊，我赞成讲。您虽然讲这是工作层面啦，秘书长甲秘书长啦，吼，加一个这边加一个总干事啦，吼，啊，迄边加一个啥物？政长啊，政府长哦，迄嘛就是竞选总干事嘛，啊，赶快嘛，甲黄珊珊都对接嘛，安尼合理啦，哦，啊，但是因的过程一定要公开，这点一定要公开，哦，无就敢若分治吧，一个是分治吧。第二个就是伊可能会提出一寡讲袂出来，伊普通公开讲，伊唔敢讲的条件。哦，比如讲啥物？公开是？比如讲，头拄有咧讲啊，我37个啥物，啊，我50个啥物，我100外个啥物，民众党是2019年才成立的。到即阵才4年尔呢，啊！你甲比讲，我要比伊入尾，吼，你有几岁，我有几岁，你归起来比讲看，你我百几年呢，我百几岁，你才4岁，我老先讲呢，安尼就无法度啊。是啊，所以讲你公开哦，你规个恁谈判的过程哦，公开，互大家知影讲哦，国民党你提什么意见条件，啊，伊民众党提什么条件，啊，有合理无？社会自然有公平嘛，咱讲那个舆论嘛，你拢台湾人拢阿空呢，拢无脑筋呢，哈，大家会听会看会讲噶。好，来蔡老师，他港澳团圆呐，讲是不是有一种较有创意的想法，就是讲哦，你合的时阵吼，啊，唔是我瓜文铁，甲你竞选正副，我是甲你讲好，我来做行政院长。吼，啊！你互我的即个不分区吼，即坐，我通好来大家咯来过半，啊吼，我来听你正副啦。但是你副总统可能爱配一个吼，我会当处理，我会当同意的人，所以吼，才无适合公开。啊，这拄好台要抬低高分低吧。我先互蔡老师讲。我看的是安尼吼，铺圆仔汤是无要紧啦，烧圆仔汤就袂使啊。啥物叫做铺圆仔汤？就是讲吼，咱大家来敲这正副总统的候选人，但是你若伫遐烧圆仔汤讲，哇，这个你莫选，就选办法，总统选，因为伫选前就是袂使做这件代志。啊，这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讲，国民党的意思最简单的啦，咱就挂包啦，啥物意思？我是好嘛，加一块猪肉，我就是要做正的呀，其他无啊。啊，因两个我问你啊，谈判的代表迄个。请迄个民众党的代表讲啊，结果讲煞了，咱的侯友宜做副的。蔡老师，但是这两个我讲会去用抬头啊。但是目前为止吼，因这4个拢还未去登记呢。对，啊，但是无去登记，敢袂使坐来讲的。无，但是已经是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啊。咱的选举法内底有规定，候选人甲未来有可能作为候选人，唔是干那候选人。拢会触犯着。对，因为选罢法。袂使基约，袂使基约。对，啊，我问你啊吼，伊这两个派出来代表，国民党的代表，咱即马讲好，拢讲会合，咱等下好有你选副的。这两个我讲啊，绝对去用抬头的。啊，因这两个嘛共款啊，伊这两个就害伊无头咯。无，伊这两个去讲哦，啊无咱瓜主席选副的，遐少年的就讲，我无可能支持，只要柯文哲无做总统候选人，我袂听。所以你叫人是唔叫我看我赶快，要合作困难的嘛。对啦，啊，因真是懵讲啦，像啊，无爱讲吼，就是你无爱讲，你就是罪人。周主任，你这真正是 mission impossible。这对啦，这个可能困难度悬啦，吼，是讲我回应蔡老师讲的吼，上早郭主席是讲比民调。必须要退选卖伊嘛，对，是，因为伊的逻辑就简单来讲，因为咱的规定，咱的规则是总统候选人去找副总统的候选人搭档嘛，北京话讲哦，这是搭档，就是讲咱两个一组 couple 好，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啊，选书要卖。咱尊重这个总统候选人，你要找谁？可以家去用啊！我就开始骂你伤雄啦，你啊那条工的好啊，所以郭主席讲哦，
伊意思是讲，无要紧，选书的人你会当推荐哦。但是唔爱看总统候选人。对对。吼，搞不好伊推荐阿修人伊买啊，推荐平林人伊买啊，边拢共党的人有我头晕。我意思就是讲，这个演变是安尼来的嘛，吼。啊，所以头拄仔拄着咱即马拄着的状况，就是讲，当然这是真困难啦，难度其实介悬啦。我看起来安尼真花呢，这安尼到底第一先要公开无公开就先卡掉呀。啊，第二这佫袂使分治吧？哦，佫袂使讲啊，大家私底下讲啊，但是话就放来放去哦，话放来放去，即马边仔的人佫咧发烧哦，即马咧见到哪吼就开始啊哦。伊话放出来真侪话题哦，但是他拄啊李署长所讲的，这属性的问题，这我也要先请教着邱老师吼。民众党的属性内面，少年辈40岁以下，乃至到20岁、18岁，这真正拢是讨厌国民党啊，嘛讨厌民进党，所以绝对无可能拿白合起来了后，伊佫袂走。阮伫学术界的立场吼，徛伫阮学术界的立场，我袂讲，阮袂使后壁讲，咱的选民讲讨厌倒一个党啦吼，有影是有啦吼，但是迄毋是重点。即摆的重点是民众党因的支持者，为什么即摆大部分拢是少年的呢？真简单嘛，40岁还是45岁以上的人，伊看台湾的政治看较久，伊对国民党有伊的看法，伊对民进党伊有伊的看法。即摆若阵经过遮侪年，哦，伊大概差不多投票拢投互某一个党，不管倒一个，伊就变做铁票，所以因无啥咧变。啊，但少年的无共款呢，少年40岁以下的这少年的选民，哦，伊较有弹性嘛，伊对这两个党伊有伊的想法嘛，啊，伊可能对这两个党拢毋是足满意的。啊，即摆看着柯 P 开始就感可能2014年伊咧选台北市的市长，就大家感觉这个人怪怪啊，趣味哦，啊投看卖，啊投2届，做了袂歹啊，哦，迄阵是有一个口号讲无投蔡英文，来投柯文哲，啊无就转去困。不，迄拢是宣传啦，吼，就是我讲的，即摆就少年，因即摆敢若去买物啊嘛。因为加一个品牌，互伊选嘛。啊，因少年一般来讲对新的物啊，因较有兴趣嘛。所以你愈老的愈麻烦，所以国民党比民进党较麻烦嘛。民进党可能比民众党较麻烦。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拢几十年的政党，国民党是百几年呢。所以讨厌，讲无支持，坦白讲讨厌啦，无支持因的人吼。基本上你要叫伊改足困难的，所以即摆这就是李署长头拄咧讲的，因为民众党柯 P 伊即摆伊的支持者，一般来讲较少年，哦，因的弹性较大，啊，但是呢，伊即摆叫因去改伊的投票，因为你甲伊夹起来，叫因转过来，讲票投互这个足困难的。我看若准是有影是。邱老师，你认为这真悲观哦？无我来讲，侯柯配，我这民调内底看有嘛？对啦。柯侯配，伊的支持率比侯柯配伊的支持率较悬嘛？这是事实嘛？这是唔单一啊，这就脑改啊！我头拄讲，迄唔是一个民调尔，足侪民调咧做，拢看会出来嘛。所以柯侯配，因若准个真正要合，真正要所谓的下架民进党，是吧？那就真正要做这个代志，你一定要找一组会赢的人嘛。啊，你嘛找老半天啊，去遮讲遐讲啊，舞到尾啊讲，找一组讲无啥会赢的。啊，你无你是咧创啥？头壳是啉水啊？哇！啊，但那安尼，就真正来比民调，那不管如何，也未开始讲吼。譬如讲主任，恁也未入去讲，啊，民调就做伫遐。国民党毋就鸡喙变鸭喙，佮敢若讲伊就讲要赢字呢。啊，这就是即摆因国民党无要接面来球，伊的球就是安尼。但是伊无食牛肉面，伊要食啥物？伊要食啥物？我实在是也想无呢。讲难道讲无法度？譬如讲，医生恁敢毋通接受讲，无就先会见会啦。
吼，先关门的会见会，咱来规范讲，咱要安怎来讲话，有一寡红线的所在，咱莫踮咧公开讲，敢会使安尼？其实这是安尼啦吼，当然徛伫国民党立场，伊有伊的困难啦。哈，因为这个步唔敢掀开，掀开就知影讲哇，我代志就变安尼啊。但是头拄老师讲有一点真严肃，就是讲，咱要赢，咱当然是经迄落招标走较头前的啊。事实上也真少迄落经迄落。经第三名，去啊第一名小。就是啊。即个问题是安尼。当然啦，国民党人讲无咯，你哪会知影我一定第三名？哈，对不？搞不好你吼，明仔载跋倒换我第一名，嘛是有可能嘛。就讲咱即摆爱去想讲，就是讲支持者期待讲两个坐落来讲。这我相信两边拢应该爱胜于100分啦。但是过来就是讲方法无共的，咱搁讨论好。你若讲无爱用大家认同的公开的方式，我咱请教国民党什么方式你会接受啊？我讲公开无，你有啥物方式通好会当摕来讲的无？两边少的来去保留啦，去保留。这是一个嘛。恐惊就是讲爱去想讲，搁有啥物较有创意的方式吧？嘿啊，无是真有可能是，这是较困难啦。与其佮讲到理念吼，我先请教着理事长吼，讲到就讲要修宪，要来做内阁制。吼，咱就知影这修宪真麻烦呢。吼，立法院全体立法委员1/4的提议，立法院全体立法委员3/4的出席，结果要有出席的立法委员要有3/4内面的3/4要决议，而且决议了公告半年搁要送公民复决。哇，这修宪看起来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因为咱台湾的这个修宪的这个规定哈，讲一个这叫做防堵条款防堵条款就怕说有一天弄出了一个你有简单多数决的话就怎么样子。本来很多国家修宪没有到这样子，没有到这么高，不要紧啦，这都已经属实抵消原来有好处啦，有好处就是讲你一寡。大格局无都改变的物件，你莫家己伫遐学创啊变做这个好像这个无意间惹火了哈。即摆问题就是讲，咱等下讲这个，我感觉伊只诉求迄种未来的代志啦。当然当代表讲是柯 P 本身的一个政治的愿景。国家很好哩，但是我今日希望伊吼，这个方向希望伊做得较清楚，莫过2工之后我搁变哈。因为柯 P 有一个现象就是讲，伊原来真高看对象无共款的讲无共款的话哈。就我较早有注意到这行啊，伊对蓝的有时候讲的比蓝的更蓝，有时候讲的比绿的还更绿哈，我也注意到哈。好，这摆问题就是讲，国民党伊本来拍算哈，金溥聪我看伊我政大的学长哈，我看伊一个拍算的，伊跟你讲时间可以带来空间啦，所以伊即摆讲10月底嘛，而且不如我记得是剩15天呢，3礼拜前伊讲的10月底，就差不多到这个时间。上面是因为这个时程原来你要到啊，袂使过一直拖，因为11月要登记嘛。第二你认为讲，到10月底，伊候选人都应该会当超过这个这个乖哈。这没想到天算人算不如天算了哈。基本上说一趟美国回来就没有了哈。我感觉真大问题哈，是一个开始真严肃，就是讲，你这样来看吼，迄个所有的民调来看。侯友宜吼，伊的支持者吼，足偏老的啦，足老的呢，对无？60岁以上的优势足明显的吼，对无？咱瓜市长是40岁以下，尤其是30岁以下，足明显的吼。对。所以这2项吼，你到时嗰边来讲，了，就结合起来，不管是按照配来讲，这也是投票要听小孩的话，还是这投票要听爷爷的话，听阿公的话，妈妈的话。我感觉到以这个选票结构两边有点冰火2重天呐，有点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我所谓选举专家唔知我都提出一个这个会当真正会当弥合在一起，还是说你取1就要丢另外1啊？取1就掉2，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都听邱老师来讲的是讲，这无法度对民众党来讲嘛是会惊呢。惊讲我若夹起来了，我本来迄种失去吼，我先问蔡老师吼，这种现象在过去世界性的这个各国的这个政党内面，敢有这种现象？事实上，伊的
左派甲右派夹起来嘛有足济啊，吼啊！但是咱国其实还佫有查到讲，吼对着这个国安核心理念咯，讲甲坚持反台独啦，反一国两制啦，安怎都安怎？这看起来就真正，他都要佫加上理事长讲的少年辈啊，甲老辈，完全愈加愈复杂呢。是，迄个欧洲的国家是选了，吼，啊，你的政党的主张拢主张你家己的主张，重点毋是你才来夹，啊夹的时阵来，但是你来敲讲，啊你几个部长，我几个部长，是安尼咧来啊，吼，啊但是宋楚瑜主席伊就有讲啊，过去国亲咧合的时阵啊，伊讲吼，叫国民党的假民调拗去啊，啊亲民党最后剩3席啊，46席剩3席啊，啊伊的意思就是讲吼，这个人。去夹了吼，最后毋知走去倒去啊，走去买第一直啊，意思就是讲遐立委毋知走去倒去啊，所以伊的话就是咧苦劝郭文哲主席讲吼，你毋通去互国民党牵去啊，你若去国民党牵去，你到时是拢无啊。其实伊咧提醒啊，哦，伊是咧提醒这件代志，所以我看是安尼啊，咱就是讲吼，火烧甘蔗园啊，都袂下，都无下，都无下啊，都拢烧了啊，吼啊，但是就是讲吼。我嘛苦劝就是讲吼，分鼓吹历史根基的啦，吼，这就是咧分迄个根基伫遮啦。分鼓吹是主席啦，啥物意思？大家伫遐讲，这根基足艰苦的，吼，包括因家己。伊艰苦无艰苦，我唔知啦。因为要敲到大家拢会当夹我来吼，这毋是安门头敲着刷咧，啊，啥物人要做安门头？吼，一般拢有一个中人啊，因为你两个要敲时，通常拢有中人，啊，无就是讲吼主水。两个对讲，无听讲即摆即个韩国瑜要去做汤科啦，啊，伊这是韩国瑜是国民党的呢，伊敢会当讲啊无好，大家瞧瞧，可比去做出，无伊做可比的这个总经理啊。无对，但是我的意思讲，伊敢会当讲到尾啊，韩国瑜去讲到尾啊，讲啊无可比来选总统，伊若无去互国民党骂死，我讲实在，毋是韩文来骂伊啦，是遐其他的人啊。这足简单的道理，伊嘛袂去接这个亏，伊当讲我来甲你瞧啦，我做一个迄个炸话的人会使，但是无可能的。当我来讲啊无，恁两个安尼总主安尼，吼，安尼互伊选就好啊。伊记得我敲伊下，我讲照蔡老师来讲，安尼中人是要倒去找，这根本就无这种中人啊。蔡老师敢有这种中人？比较来讲啦，国民党内底的人吼，应该甲内底来比，韩国瑜可能比其他人较适合，这是有影啊。因为我所在，韩国瑜甲柯 P， 因较有共同语言啦，较有感情啦，这是事实啊。但是讲，所以韩国瑜出面来瞧哈，天下太平，拢讲好啊。你伊家选就好啊，哪有迄款代志？讲起来有影哦，伊若讲说啊，不如我来推举你韩国瑜来选。所以基本上伊出来做一个讲要做汤科啦，吼，做中林咯，啊，大家啦少的人，大家做伙来谈。啊，头拄我一开始就讲过，两边咱拢爱有迄个要谈的诚意，要合的迄个决心，才会使嘛。咱到今仔日，咱即摆来讲的这个时间为止，我完全看袂出来，讲，我准备要让吼，因为我足想要甲民进党扭落来，哦，所以讲咱来谈，哦，啊，你有你的长处，我有长处，哦，咱来讲，即摆社会普遍是安尼咧期待啦，咱讲实在话，但是大家有期待，一定会成功，无迄款代志。那所以讲，咱大家拢期待哦嘛，一定会成功。啊，今年的杭州亚运哦，金牌咱第1名啦。医生哦，自头早这个邱老师所讲的吼，当然以民调来比吼，这听起来是照拼照行，这相当有道理。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我嘛有党的主体性啊，吼，我嘛要对着我的选民来交代啊，就亲像你民众党，你有基本的盘内面，你嘛无法度去得失掉你本来因为什么原因来支持你民众党，无支持这个国民党这个原因，对国民党来讲，伊嘛共款呐。所以你结论就是讲，至少各选各的啊。这个基础就只好大家来见面，啊来讲个春车，啊大家就兄弟爬山。
大家各自努力，安尼是不是安尼讲？对啊，这就是刚才你讲简单的心理面对复杂的世界，就是讲，嘛毋是逐项拢你希望安尼都，你得到拢安尼嘛，就敢若讲，这个韩国瑜市长，大家讲啊，你先甲柯 P 见面，啊，当然迄相片是韩总先带嘛，吼。那么他们市长话柯 P 讲，就坦白讲吼，人活伫世间吼，我甲韩无共款的阵营嘛，无共款的政党，但是朋友嘛，老朋友，咁见面咁就一定爱共要求讲，哦，你就爱甲我炸话甲啥，嘛无一定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感觉有当仔是政治吼，当来甲上基本的就是讲，啊，咱就尽量拍拼嘛。这过程当中，咱甲咱的想法提出来，啊，对方困难咱理解嘛，吼。啊，但是若真正无法度的时阵，就看啊，佫有啥物方式啊，无就是吼。主任，你这话听起来已经做好破局的这准备哦。世间代志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有当啊，你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柯 P 来讲，就是讲，其实就是讲，伊感觉选举吼是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哈，就讲咱要伫这场选举内底输赢是一种嘛，吼啊，但是咱认真甲咱的理念讲出来，吼去实现嘛。吼啊，这甲输赢比较重要啦。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国民党当然是伤脑筋啦，因为伊就去拄着一个民调负袂啥会起来，啊就真麻烦。这上大的原因嘛。啊，但是当然啦，伊也去想，咱讲无要紧，我阁有100工哦，我一定要逐工甲进步，吼，用上好的膏药安尼吼，袂使药就往后呀，吼，爱个大汉。你讲膏药哦，对啊，你讲用上好的方法嘛，吼，用上好的方法，上好的政策。但伊有可能想要来食这贴啊。这个瓜问题，这贴的药啊，这个要看体质啦，看体质啦，啊，先研究药效啊，先研究无伤身体啊。对啊，这个讲，这变做某一个制药理念哦，先研究无伤身体，再研究药效啦。工商服务是，我讲到一间啦吼。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是安尼啦，就是讲，当然是即阵是今仔日是10月11嘛，吼。有10月底。这个瓜市长这边是希望讲10月底吼，因为咱嘛读我老师嘛讲，不管对国民党来讲，对民进党来讲，拢伊爱用心来准备，两党拢有部分区立委拢爱为什么会爱准备啊？吼，所以嘛袂使我公开讲嘛，袂使拖到什么11月20，吼，1、2、3啊，就变安怎不可能啦，系啊，无可能。所以10月底应该就差不多看有分价啦，吼。无啊，就跟咱瓜主席讲的，咱的支持者毋是。哦，我先甲你约束吼，迄阵时你就爱来啊。即我先来请教李市长吼，他照我所讲的，就是说国民党嘛有伊家己无法度不得不应的这个面对吼，但是伊即马吼后有对兵吼啊，这见到哪吼过来甲杀。哦，今仔日佫开始开记者会，哦，8大诉求，讲要废除这三个月来执行就死刑啦，哦，啊，佫要来创这创迄啦。伊面对着吼，佫较极端的，吼，咱毋通讲极端啦，就是佫较诉求佫较强烈的，吼，啊，一方面咱佫对着是新消息，就是讲这夏立言嘛，讲咱国民党毋是这个毋是亲中的政党。结果叫国台办哦去声明哦，这对着国民党来讲，这真正是内外拢是问题啊！伊这摆啊脱身呢，尤其伊个上无到上后尾哪会死，甲可能甲即摆听起来应该要合起来较困难。伊要安怎行落去？这条路要安怎行落去？我先讲这个剑道拿哈，就是赵少康先生啦哈。我看伊即摆的即个政治的价值甲思考吼，交30年前我全部变啦。伊就是国民党迄群吼，统统掠起，迄群拢无咧进步的，拢无咧进步的迄保守派的思想啦。你唔通看伊讲，逐工咧评论啊，敢若拢与时俱进，无影。赵少康是全台湾的所有的政治评论者上无进步的人，我的看法是安尼。吼啊，所以伊代表出来，你看伊一寡主张吼，拢是迄种叫做统统抓起来。迄种保守的这种价值啊，这是国民党内底存在一部分的声音。但是你甲部门看卖咧，你有法度，你看你全台湾是毋是这款想法的人有偌济？哦，所以我这是一个，所以颠倒讲实在啦，这或者剑导蓝哈，剑导蓝这个名称也出来哈。
伊当然是伫反映讲，伊对国民党的中央就是讲，因拢想迄个。问不想讲啊。因拢想迄个想软卡啦，哦，想软弱啦，吼，等等。但是政治毋是讲你用这种的方式，就会当冲出来迄个。安尼看起来，就是国民党其实是真济大咧，吼，分得真济大。是啊，真济大，所以这真济大，就是讲国民党自从吼，尤其是自从2000年。这个失去这个执政权了哈，伊这个党的到底伊主要的主体到底是要伫台湾徛起，也是要继续讲一个以后的两化对未来的这个中国统一的这个愿景哈，无清楚啊，伊无清楚啊哈，但是时间一直过啊，因为民主化了，本土化绝对会愈来愈深入嘛，对无？啊，两化已经分裂70几年啊哈，你即摆要搁摕一个。即个我看选举有人甲一寡即个泛滥的，新的即个理念吼。无，因咧讲的讲法是讲做，即个选举是即个原真中华民国宪法甲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即个对战。你是用1947年的迄个南京迄个宪法，哎，咱即马讲70几年啊，3、4代人啊吼，你要搁摕迄个较早迄个长袍马褂。迄个穿，迄个等于讲民初的迄个服装，要来穿即摆21世纪台湾的即个，要它会通嘛，对无？啊，所以讲我讲，就是这是国民党的大问题啦。基本的。像我拄则讲的嘛，就是讲你今日伫台湾，真侪人是你讲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是结合体嘛，是一个结合体嘛。对无？啊，马英九非要为着要选举到啊，就去做一个写出来，敢若伫诉求一个讲，比如讲说中华民国交台湾是不两立的安尼吼。啊，我感觉这款的出来，我感觉这对选举敢好，我认为这毋是多数人的想法咧。咱就毋知影讲即个民调到底安怎啦。上后尾超过5分钟吼，咱3位来，蔡老师先。我头尾讲一寡迄个国民党主席讲的来国际的代志吼。伊讲的来国际吼，其实毋是来国际，伊迄是台北市长的经验嘛。因为伊讲吼，总统若选掉了，以后爱去立法院吼，迄用即顺。全民主国家无安尼啦吼。啊，伊讲吼，台湾这吼，这总统这民选皇帝，其实嘛毋是啊。伊若讲总统是权力遮大，我要甲郭主席讲啦，因为内阁总理有行政甲立法控制伫伊手内底，伊的权力比总统较大啦。安尼全世界无一个选举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因为大家拢是因为总理的权力更较大，吼啊，而且吼，我是感觉安尼啦，来讲吼，伊咧讲的这内国际，其实我感觉迄袂通啦，因为吼，咱的宪法拢真歹修改，吼啊，你讲的遐个代志，其实嘛做袂到，啊，人家吼你选的总统，我看你嘛袂改啊，是安怎呢？啊，总统必做去立法院质询，啊，咱行政院要废掉呢？这拢袂通啦，所以吼，伊咧甲讲理念吼，我感觉对伊来讲安那，因为国民党嘛无可能去同意这党，国民党支持来叫这啦，我知啦，吼，啊，今仔日高警敢搁出庭啊，所以伊可能话有可能因此也会伤着，啊，国民党是马文君甲汪军这两个啊，吼，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啊，这两个有到时就是超袂平，原因就是安尼啊，吼，你讲有空无顺呐。斗袂嘛啦，有空啊，但是无顺啊。老师，咱结论先到这吼，来，是邱老师。头先讲到内阁制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蔡老师头先咧讲的吼，基本上是柯主席咧，伊咧讲的内阁制，毋是完全的内阁制，这是事实。是，但是呢，伊做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吼，伊会使讲伊的理念嘛，吼。伊基本上，我就我所知，伊基本上对内国际这个作为国家的政府体制，心之向往啦，伊会对，会使安尼讲，这是伊的理想嘛。只是讲无较制度性安尼啦。但是要安那个实践，哈，这伊已经答应了嘛。伊这哪种伊有动算，吼，咱就照一步一步来改，看会改进，哪种未改进，拢卖去叮当，即嘛现未改进的动作伊无讲过。我的意思是讲，照咱即摆的宪法，咱加减小调整者，不是来做一些法律新的法律，吼，会使做。哦，你比如讲，咱即摆宪法都即摆都有规定啊，立法院会使邀请
总统每一年来做国情报告，本来就有。这是但是不被许，但是得，会使啦。对啊，咱就说现情惯例啦吼。得。想要1分钟，我必须要和主任所讲。歹势。我真紧讲吼，就是讲崔老师讲拢对，就是讲做一个有可能做总统的人，简单讲就是讲该学习，但是对权力的节制。我来去嘛，吼，第一点。第二点，新北市高市长的部分吼，民众党的态度真明显，伊规定已经停权啦。所以，阮支持伊伫法庭面顶，伊捍卫家己的清白。但对党来讲，都是起诉停权，吼一审人有代志就开除，就是啦。有代志就开除。无，这规定已经讲过了嘛。对。这起诉停权嘛，一审判有罪就开除，这是正当的规定，不是敢若针对高市长。咱来约束吼，到袂倒，咱过来一摆，来知啊，答案哦。好，感谢。连内阁制那是。他能做的部分是，但是